最近都好少飛紅中嘅視頻，其實係因為我用咗大部分嘅時間去直播啊，所以拍到嘅素材都唔多。OK， 話不多說，先來看第一把。OK， 再入隻紅中叫啦，上家碰就下家揾餐餸，食咗佢先啦，中10隻。第二鋪，呢度打咗隻1索先發覺自己打錯牌。我隻2索就激死啦！我係有1、3索拉住，我唔知啊。所以我如果我隻2索我就激死啦。應該打啱咗啦，可能我。OK， 揾個老闆先，再入隻牌就可以叫啦。嚟隻紅中喎，可以拖牌，拖3、6索。呢隻3萬降得靚啊，扯咗隻紅中過嚟。哇！再入隻7萬，咁就飛紅中啦，仲可以拖3、6索啊嘛。打出嚟啦！唔係啩？飛咗紅中一次摸牌機會都冇啊！咁我哋飛啦，拖3、6索喎，有乜理由唔飛啊 ？OK， 睇第3鋪啦。幾時去啊？幾時有叫我冇啊？OK， 碰隻9索叫啦，500同500索，唔知有冇機會降爆呢？OK， 8同自摸，中3隻馬。第4鋪，呢手牌散裝嘅好多啊。好啦，又到咗碰隻入隻叫嘅環節。呢度我根本就冇留意6索已經冇咗啊！入隻3索可以叫啦，我就係因為冇留意到6索冇咗啊，所以仲叫3、6索喎。冇睇牌打錯牌。嚟隻7索喎，6索斷咗啦，8、9索啲人又咁打，唔怕啦，降。我諗8、9索啲人今日打6索又斷咗先夠膽降啫，真係打錯牌咯。又冇打錯喎，咁多3索嘅，點個關注再走啦。